真是辛苦了哈，辛苦了。好，来过来看另外一支影片吼，这是也是吼，嘛是一个人哦，一个人吼从头到尾吼，老先甲甲大裤鱼来到底来欣赏。辛苦我细专是老先自己不理解，唔过咧，我上天天文下天地理啦，叫我讲是老先甲啦，老先甲。哎呀，今日真是啥好日子，水月公主我来遮，唱歌斗地食咖啡，我人一到位，无半半只甲走甲真齐。人要甲我讲这嘛爱想公理，用来讲是说明的事没关系呀。看到头前插口咧。原来是，哎呀，原来是我故意当作调了想要把你滚落去。老先生，你乖乖徛遐，唔通叮当，等我调下去。哎呀，故意大啊！你是想要甲拆车路棒吗？无对，你着甲水龟公主斗阵，伫我的腹肚内底做人客啦。哎呀，故意大，你安尼以用气量是歹名声。安尼好啊，我出一个奇彩互你哦，你若要，我死感情愿互你拆车路棒啊！要奇彩我是第一名，你出题我出。那安尼你听清楚咯，四脚在天是为龙，四脚在产是水牛，四脚在天是你只大兔鱼。那安尼四脚在天啊，甲工袂好，甲人袂笑，甲脚叫过天叫，到底是啥物啊？是啥物？哎呀，干到对你干，甲工叫天叫的，当然是鸟鼠啊！唔对啦，是你安讲的太水啦，故意大。你要说哦，你爱照听照听，让我甲水龟公主离开遮哦。我有食无简单的，哪会安尼？多谢。叔叔有练过哦，好，咱来欢迎咱的甘椒雾先生。来，哇吼，应该是我最专业的哦，来，麦鼓跟舞蹈，好，来。上山古名是四口，百年老树毋是凊彩乌白豆，你鱼头乌面马来搞。四口杯解冻饼啊，饲化玲珑袂杂细，蚵仔面线臭豆腐。上山到长圣诞夜，唱声歌互大家听。上山这温馨建设，四口怀念旧文化，欢迎大家来遮佚佗食物件，欢迎大家来遮佚佗食物件。大家好，我是上山囡仔，真欢喜今日来参加这，我嘛毋知影，啥物时阵我的台语变甲遮厉害啦。我即摆囡仔是细，甲讲台语，伊拢甲因讲听无咧。真正甲老爸拢讲台语，讲到台语，甲囡仔讲你好吗？安尼讲对，我想想嘛是毋对。今日有即个机会，基金会甲评审的照顾咱有迄个得奖，带囡仔来看嘛，看遮一个人咧讲台语安尼，上主要感谢咱厝内阮水某，甲厝内啦，要起来听一个。感谢因踮咧厝诶咧甲支持啦，搁另外亲像即个影片内底，迄个背景有够水，但是新店中正搁小去甲校长招，考校长招，甲各事组诶组长，家辉甲姐妹，因安尼参详，才有通少遮水诶布景来安尼。迄只酷鱼咧？酷鱼我本人家己做。哇，中声够厉害咧！再来就是感谢我的台语老师啦。我第一个，我今年才去参加迄个台语班台路啦。我去参加台路边一个迄个外省的，伊甲我讲，陈先生，你讲台语讲甲真好呢，你是学偌久啊？我讲我自细汉在阮父的腹肚内底，我就开始听呢，可能有50年啊伊讲伊
我嘛是感觉遮厉害啦。吼，啊，讲到即个台语老师吼，柯振辉老师吼，我敢若上伊一届的课尔，吼，啊，我听讲这爱写台语文啊，啊，我毋捌半字啊，会晓讲袂晓写，啊，我上一开课，我就甲拜托，吼，老师啊，迄要参加比赛。我学袂写就准，啊影片互伊，啊剩的你甲写哦，写过，吼，啊伊嘛真热心呢，讲好，你来参加比赛真好诶代志，啊伊甲我写，伊敢若甲我讲一句话，迄个陈同学啊，你这写诶是我拢有甲你改，啊毋过你影大当中啊有3个字无应该出现啦，啊我讲是倒3个字，伊讲哦啦，阿爸啦，阿嬷啦。这3个字是华语的，无应该出来啦。哦，因若安尼讲，我就知影，奥巴马袂使出来啦。奥巴马已经落台啊啦，即摆是川普啦。吼，安尼我就知影，我就了解奥巴马的台语文内底是袂使出来的啦。啊，再来就要感谢，啥物人来报我即个参加即个比赛？我本来拢无代志的哦，我好好讲做我的学生哦。一讲一个面册，比如讲。前辈，有啥物代志？有这理工局的迄个移民会，你要来参加无？我讲，我袂晓拍字啊，我会晓讲，我伫下是咧讲古囡仔听啊。即摆佫发一个牢骚，我若讲无3句台语哦，有人举手哦，听不懂，我惊一个，我讲无3句话就甲我听不懂，所以我即摆拢头前就亲像安尼，口安尼唱。啊，逐个拢无感觉，逐个戆啊听，啊听到尾也感觉分爱烦的时，我就开始换，啊对，即只换过来，遐换起来，啊逐个拢较无感觉啦，嘿，啊就啊话佫讲倒转来，讲迄个甲报即个人，伊嘛足热心的，我甲讲，我会晓讲古，会晓语啊，袂晓拍字，吼，爱讲无要紧，前辈，你只要你录出来，剩的我拢甲你解决。我讲哪有遮好康的代志，啊真正，我落好，伊是无甲拍好，吼，啊佫我来报名参加，真正有奖啊，真正感恩，啊上尾啊，感谢各位啦，啊感谢有即个机会，看我就来甲阮细汉囡仔讲，啊，换年来参加，对啊，台语一代传一代，安尼才有希望，吼，啊咱来秀一段，好，来秀一段。就爱2支麦克风变吼，1支，吼来。我考伊来。哦，你考。开始。台湾宝岛福摩萨，台湾宝岛水甲亲像慢步跳舞大脚步，好山好水好地理，别个无地比。上巴家人庙口小食饱饱看，中正公园夜景是一百。新北市淡水红毛城炮台古文化，观光散步拢嘛爱去遐。台北市上关大楼101庆良堂破馆，新旧文化大家拢知影。新地新丰庙有灵社，庙里4月游荡鬼开满山坪，真正使人感动跳舞又唱歌。台中大后8天庆年小妈祖，台南古道赤坎楼，文化保存4月拢是文家宝库。高雄爱河夜景气氛真正好，食海产毋免无，地顶高亢无花现老上市变啰嗦。花莲甲台东观光客千里迢迢走来欣赏天然风景百美好，上人肯定厝内生态真丰富。一定爱来研究看新有影无？台湾智能西了，真正了解台湾宝岛也是宝岛。哦，哇，吼，我谢谢陈小弟就比吼，背落来，真正无简单的吼。爸爸有做严格咯，讲叫伊紧背落来，会敢袂安尼？我毋敢讲吼。我讲一个啦，这囡仔咧华语甲台语吼，我若讲先教就教袂，拢唱歌，我歌甲唱在，拢唱歌，我唱歌就唱歌。唱歌。但是袂要紧，但是
小弟的，这个发音吼不止啊水呢，有厉害！这个台风甲爸爸同款吼，哦，真的是后继有人吼。